在地人在地前来讲，北港武德宫求财运真出名，信众除了会当加这个武财宫求财运以外，还会当到庙内3仙姑殿求姻缘。因为7月7日情人节要到啊，今日独身啊会专门趁这段时间去拜拜。 北港武德宫求财运伫咧全台湾真有名，来到武德宫拜财神一挂，麦当来向3仙姑求姻缘。三小妞妞，伊的职责就是咱赶快对咱的这个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，会做少年人，要甲你来赶快看这个姻缘。 有3位妞妞分别掌管姻缘、求囡仔、求贵钱，真侪信徒来答谢新婚的时，会准备女性介意的化妆品和保养品来答谢神明。若是独身男女对感情方面想要请教签诗，会当来这拜拜，祈求感情顺利。三仙姑算嘛是咱算仙姑，啊你会使一寡胭脂水粉，啊过来你嘛会使一寡算装饰品，拢会使搞三仙姑妞妞甲下愿。透过北港武德宫的分享小解，欢迎大家来这拜拜求平安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